我是在地新闻，继续要来讲这个科技业防止着新冠病毒嘛大来警戒。这个经营大港的龙头台积电旗下员工甲厂商，1月7日到1月19这段时间，闹去过桃园病院的禁止来进入的厂区。另外，世界先进、鸿海、联电等等其他大港的大厂，嘛拢正严格防疫的措施。 专家讲，目前这个经营大工厂的产能，要要拢满载，是未堪要有一点点的失觉差。台湾的疫情出现变化，经营大港龙头台积电宣布防疫升级，旗下员工甲厂商，若是伫1月7日到1月19期间，捌去过步入桃园病院就医看诊、陪病人，也是去看病人，就会停止入厂的权限。 以现在的一个产能本身的一个供需就非常的一个紧俏，所以在现阶段其实是不能有任何的一个断裂或者是停止生产。其他经营大工厂像鸿海启动4大措施，上个重要是住伫桃园市跨地区上下班的员工，甲伊伫在地厂区上班。 世界先进通厂的员工，也是带做伙的人，若是甲确诊的个案去过同一个所在，21天内袂使入去公司。连连促销所有每期暂停国外出差，会依照疫情的变化，继续调整对策来做防范。那我们也预计，那么目前可能会有这个进一步调整这个代工报价的一个状况。 全世界车用晶片拢欠货，未来车用晶片的代工继续有可能起价，起上悬会到15%。 特别是台积电拢一直伫加班啊，爱阁因应美国、日本、德国3国要求扩充产能，所以讲防疫都要提升到上悬的规格，袂使有淡薄仔失觉差。